水南乡水南社区发展协会本来伫过年期间，要伫龙宝殿后壁老人休闲活动中心办旧相片的展览，因为疫情关系，改为线顶的展村。我们这次会办整个老照片展其实也是从我们再回来白宫这部电影李建成导演跟那个蔡新生校长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要找回水林人自己的文化自信。这个相片以水南乡学生生活为主题，这个时代整理这个相片的时，想起着英国美好。很怀念那时候那些同学在一起住宿啦，还有在学校的生活。这是阮大汉学生的国小毕业那一天照的啦，这值得回味啊。在民国60年，在那个北港堤防上面，回味啊，怀旧啊，当然开心了。水南乡虽然有较偏僻，不过深入了解了后，你就发现讲在地其实有真丰富的人文历史，等大家去发现。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